刚才这个第二个课盘呢，就是如何这个发愿回向呢？就是也是可能是分5、6个吧，就是看看就是我们看分几个，第一个就是如月菩萨之回向啊，就是如月菩萨之回向，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虽彼一切常修学。这个是如于这个菩萨之回向，就是按这个菩萨回向那样，我们要去入这个菩萨回向的境界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前面是发愿，就是跟这个前面也是讲普贤行愿，什么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为什么这里也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呢？就是前面是主要以发愿，就是六道愿里面，文殊菩萨怎么样发愿，我们也会普贤菩萨怎么样发愿，我们也发愿，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这个发愿的这个善根啊，发愿的这个善根呢，回向给众生啊，就回向跟发愿呢，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它也是一种愿文，就是那么愿文的话呢，就是自己要发这种愿，就是我将来如何变成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这样发愿的话呢，肯定有这个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我们要回向，但是我们自己不会回向的，就是那么我们要跟谁就是向谁回向，向怎么说啊？就是怎么样回向呢？向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学习，向文殊菩萨学习，向30诸佛学习，就这样来回向啊。就这个最好是里面的有些表面上看到好像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是中间的这个差别应该是很大的。那么这样的话，文殊师利就是勇猛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普贤文殊这个师利菩萨呢，就是30诸佛的这种智慧这个本尊啊，就是智慧这个体现。那么他呢，就是利益众生方面是非常这个勇猛的，然后前除众生的一切的这种烦恼，这个黑暗呢，就是具有这个智慧的这个光明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他通过这个智慧啊，让这个觉者就是玩法的这个本性。本性，并且呢，以这样的这个空性无我的智慧来饶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所以这就是体现就是大悲心，就是因此文殊菩萨呢，就是他怎么样回向的话呢，他完全是以这个三轮体空啊，无有任何执着，然后在这个现象上的话呢，他让这个遍及一切众生，就是做对境来回向的，就是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是他怎么回向呢？就是他是这样回向的啊，把这个三根呢，就是没有任何执着的，全部呢，就是给予这个三界无边的众生，就是这样回向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八大菩萨当中也好，或者是无数的这种菩萨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过了以后，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智慧行为呢，也是跟文殊菩萨一样的。一方面就是他通过这个智慧，能断除这个一切这个障碍啊，就没有这个任何障碍。同时呢，就是他广大的这种发愿力呢，就是也把三根就是回向给就是天下无边的这个一切众生啊，就是这个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话呢，他是应该在这个这个菩萨当中是非常勇猛的，应该我们后学者呢，就是要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回向呢？那么我今天呢，就是所有的三根也是跟着他们这个学啊，我自己是反复的。我们自己呢，华者仁波切不是前一段时间前心里面也讲了，我们如果反复人实在是不会回向的话呢，那么念这个偈颂来就是做这个回向啊，就菩萨，就是菩萨当中也是最主要的两大菩萨，就是他们就是为众生怎么样这个三根做回向的话呢，我也是就是这样这个学习，而且这个回向把这个三根呢就是要回向。所以我们有时候是时间比较急啊，或者说是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念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后面的就是这两个偈颂来就代表就是普贤行愿品的话呢，也是这个可以的啊，就是因此在时常啊，就是经常呢，我们就是想到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和普贤菩萨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啊。就是在说话面前的话呢，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来就是度化众生，他们利益众生和他们就是回向三根的话呢，确实有这个三巧方便的这个智慧。因此呢，我们终身就是向他们学习呢，的确也是非常就是大的一种这个三根啊。就是我好像以前也讲过，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在我们这个说话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是以各种这个形象啊，就是来这个度众生。我们一说的文殊菩萨的话呢，他
肯定是拿着这个宝剑的，就是智慧这个尊者的。普贤菩萨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骑着这个大象的，就很多人可能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也不一定的。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说话当中啊，就是人当中也有，三知识当中也有，还有那个就是一些这个旁生里面也是有吧。就是以前我好像讲过这个唐代的这个杜孙和尚啊，就是他是天台宗的这个创始人，就是然后呢他其实白天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山里面去这个耕地啊，就是每天都是耕地，就是晚上呢就是读这个华严经，就是每天都是就是适量如一日的。然后他有一些就是弟子，就是有一个弟子呢，就是过了十几年的时候，最后他觉得是好像在一直上师面前的话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每天都是他老是这个行为，就是因此呢，就是他像是他应该要去就是朝拜就是这个五台山，就是拜见这个文殊菩萨。然后呢，就是他就心里面想啊，就是就一定要去，就是然后就向那个上师说我要去这个到五台山，就是然后上师呢说是你去了也没有什么必要的，就是在这里好好修学呢，就是跟五台山没有什么差别的。但他还是不听的，他说是你一定要满我这个愿，就是我已经发了愿的，就是不去肯定是不行的。我已经发了愿以后，你作为上师呢，一定要给我开恩，就是如果不开恩的话，那你不具足这个上师的法相啊。开玩笑，这是我中间加的。然后他就非要就是去，就是要去的话呢，后来就是上师说，那你如果真的要去的话，那我给你捎两封信，就是你在这个去五台山的路边呢，就是把我这个就给了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就写了两封信，就是外面呢就是也有这个地址的，就是一个是叫做是什么这个亲娘啊，就是什么这个亲娘子啊，就是亲娘子，一个是就朱老木，就是有两个那个姓，就是然后他去这个寻找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好像找到了亲娘子吧，就是他觉得是这个我们上师呢，肯定就是他要写这一封信的话，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他一直就是沿着这个就地址呢，就是打听，最后呢，所谓的那个亲娘子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位这个妓女，就是他当时呢，就是有一点这个产生有点怀疑，怎么我们的上司都是他的人是这个妓女啊，就还给他捎一封信，就是然后就这封信呢，就是给他以后呢，那个妓女就是一看了信，就是一看了信以后的话呢，就是当场就死了。然后他觉得特别这个稀有，就是他想到底在这个信里面说的是什么啊，就是让他自己打开一看呢，就是说是这个观音菩萨，你的这个度化众生就是已经可以了，我也想该走了，你也应该跟我一起走吧，就是这样。然后呢他还没有醒过来，就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哦，就是这个经已就死了。然后呢，他就完成第二个任务，就开始就是照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朱老木，就是照的话呢，就是最后沿着这个地址去照，那就是结果是真的是就是一头这个母猪啊，就是然后他就想的是上次怎么给那个动物的这个写信呢？就可能这个弟子也是笨笨的。然后他把那个信呢，就是放在那个猪这个前面的，然后他用鼻子一掀开以后呢，就是那个母猪呢也当场就死了。死了以后，他也觉得有点这个稀有啊，怎么这个到底信里面说的是什么？就是然后一看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说这个普贤菩萨，就是说是你现在就是做事情已经圆满了，就是你也该做了，我也该走了，就是一起走吧，就是说了这样。然后他还没有醒过来，他觉得是上师的信已经就是交完了，就是完成了任务，他就继续干五台山。然后去五台山呢，就是在五台山见到了一个老和尚，就是这个老和尚呢，就给他就是说你这个小和尚从哪里来的，就是一直这个问了很多事情。后来呢，就是说我这个到五台山这里来准备，就是拜见这个文殊菩萨。然后那个老年人呢，就是跟他说，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上师，然后你应该就是回去在这里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见的文殊菩萨。
了，说完了以后呢，就是消失无迹了。然后他自己那个时候呢，就是才明白哦，就是原来是我的这个上师呢，就是真正文殊菩萨。他一回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独生和尚呢，就是也已经这个圆寂了。其实，在他的很多的那种这个公案和稀有的这种就是功德呢，就是还是说的比较多。就是你们方便的时候，也是应该这个看看，就是有些这个历史啊。就是那么这个故事当中的话呢，其实这个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啊，就是一般的这个善知识啊，或者说是一般的一些世间的动物的话呢，它也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的。原来好像我不知道，见过没有？也是这个唐代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是寒山啊，就是寒山和这个士的啊，就是其实寒山是它是一个这个秀才，就是在这个国清寺旁边的话，那就是经常在这个山里面就是住着的。他的这个行为呢，就比较这个疯疯癫癫的，就是然后那个就是冯干禅师呢，就是当时来这个国清寺的时候呢，还是也很稀有，就是说是骑着这个老虎而来的。我原来讲入行论的时候，好像就说过吧，就是但后来有一次冯干禅师在外面这个散步的时候呢，就是见到了这个一个孩子啊，大概是10来岁的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没有这个家人，他回来的时候跟诸位的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家人谁丢了这个孩子啊，就是谁都就是没有。后来呢，就是这个冯干他自己得到的就是的，就是已经这个得到了，就是所以呢，就是他名字也叫这个是的。但这个师德呢，就是这个修行方面呢，就是他还是比较这个很就是精进的。然后他们就是寺院里面呢，就是要求让他当那个香灯师。当他香灯师的时候，据说有一次的话呢，有一个禅师一看呢，就是他把这个佛像面前的就是这些贡品呢，就是跟这个佛陀呢，就是一起试，就是一起是试用，就是并且呢，就是他跟一些那个教成儒的罗汉呢，就是说你们罗汉什么什么什么，跟他们就是指指点点的，就是编他们这个说话就是正在吃饭的一些境界。后来他们就是吓坏了，就是不让他那个不管怎么样，就不让他再当那个香灯师，就是然后让他当那个厨房里面就是做这个厨货。然后厨房里面就是做事的时候呢，就是厨房里面经常洗碗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稀饭呐、剩饭呐。这个剩饭的话呢，后来就是那个寒山呢，就是诸位就是因为他特别特别穷，就是寒山就是当时是一个穷才子，就是穷秀才，就是特别这个穷。然后他就经常呢就是到这个寺院里面来。他来的时候也是他穿着一个破衣服啊，就是他的帽子是树皮做的，就是那个鞋子呢是木头做的，就是然后是这个身上也是穿的破破烂烂的衣服。他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僧人呢就是经常就是说他，就经常呢用棍棒就是打他，就这样的。后来这个师德和他们两个呢就是还是这个就是变成了好朋友了，就是然后他经常呢就是洗碗的时候的有一些剩饭呢就是给那个就是寒山就是给就是让他们在有一些就是比较好的那种但寒山呢就是经常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好的那个柿子就是自然而然这个牛肉的。有一次那个好像那个风干禅师呢就是对旁边的一个太叔呢就是生病了，就是生病以后对他进行治病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这个太叔呢就是问这个现在到底有没有这个圣者圣人有没有啊？然后他说是有这个圣者就是是这个寒山呢就是文殊菩萨，实德呢就是普贤菩萨，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圣者。然后说了以后呢，就是那个太守呢，就是特别就是对他这个起信心，然后呢，就是马上就是他用这个大量的这个贡品有很多这个随从就是他们就是浩浩荡荡的，就是来开始准备这个供养这个寒山和士的，就这样子。这样子本来的寺院呢，就是不守规矩的，不受欢迎的，就是比较就是疯疯癫癫的。然后呢，就是他们都这个就旁边的很多僧人呢，就是觉得有点这个稀有。后来就是寒山呢，就是说什么这个什么风干就是绕世就是说那个就是意思就是说是就是不认识就是自己是这个弥陀就是说我们就是为什么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就那么这个后来就是他们说是有些书里面说是融入这个师徒当中就是不知道过去是现在有没有就是然后呢就是普贤菩萨和这个文殊菩萨的话呢就是融入这个师徒当中了。
然后那个就是风干呢，就是实际上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就是但这些呢就是的确也是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有些很精彩的传记，我们后人呢可能有些是完全是信的，有些呢就是觉得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升华，有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意义啊，就是会有这么想的。但不管怎么样，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诸佛菩萨的确实这个化身呢，幻化的话呢，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释德和那个就寒山的话呢，就是也文殊菩萨，就是如果我们一般的一个世间人按他们的这个行为，就是他们怎么样回向，我们怎么样回向的话呢，可能在当时的人们这个眼里看来的话呢，就是也不一定有特别就是值得让我们就是随喜的，让我们羡慕的，就是不一定有的。但后人看来，度众的这种事业呢，的的确确也是无量无边的，尤其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呢，包括我们现在，我经常也是这样想，我去了五台山，去了这个什么这个阿弥山，还有那个就其他这个鸠华山呐、就是普陀山呐、这些以后的话呢，就诸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幻变色，各种各样的啊，有时候呢，就是也许可能用花园的这个方式啊，用这个一般的一些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人群呢，包括就是各种这个寿像啊，就是有很多方式来，所以呢，我们就是也应该想，就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幻化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他们怎么样利益众生，怎么样这个回向善根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应该，尤其是普贤菩萨和这个文殊菩萨就是怎么样这个发愿和回向呢？就是我们也应该发愿和回向啊。以后呢就是希望这个我们就是特别要就是如果去到这个文殊菩萨的道场和普贤菩萨的道场，阿弥山和那个五台山去的话呢，一定要就是精进的这个念诵普贤行愿品，就是普贤行愿品就是念那个比如说这个10万遍呐、就是1万遍呐、就是我们原来的是当时法王如意宝去的时候呢，说是在那里住这个100天，就是准备呢就是念那个1万遍普贤行愿品，就是但前前后后应该有吧，因为上师天天呢就是传法，就是然后呢就是一直这个大家就是僧众共同念诵的这个数量算起来的话，那就是应该有1万遍，就是一个一个算的话可能是没有，但是每天是没有这个间断的，就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以后呢，就希望我们有些道友啊，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也好，到外面去的时候，一定要念普贤行愿品。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回向呢也是一样，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怎么样回向，我也是跟着他们学，就是要这样做这个回向，就是这样，心里面也这样想，就是还要同时呢也这样念诵。